一講起30歲之後嘅輕醫美，係咪一定會諗到填充、膠面、僵化？其實2026年嘅審美已經變咗啦，更着重嘅係一種自然感，唔好硬逆轉，要 base on 原生狀態去優化。做得啱，即使係過咗30歲，絕對可以狀態比20幾歲好，唔需要開刀，唔需要填充，還升級自然輪廓美。之前推介過嘅 S Wave，詳情可以睇翻我哋 IG 另一條片，到依家都非常推薦。想中間時間維持得好啲，建議加插 HIFU。今日介紹新引入嘅全面極致輪廓嘅全能 MVP， 韓國替超星，一部機結合咗 HIFU、FORMAT 同 V Max， 就好似一部新嘅 iPhone， 補足咗過往嘅盲點，技術上再優化。過往 HIFU 能量以點形式發放能量，呢部儀器都係。佢嘅特別之處係有4個唔同深度嘅功能球：1提拉、2緊緻、3除皺、4微調。稱為4重奏分層輪廓抗衰，打落去嘅每一個點就好似 GPS 咁，好精準咁定層、定量、定點，深入皮膚指定層面。正詞位感，撫平皺紋位。如果覺得自己面中需要飽滿，重點做面中增加膠原，求無痛感嘅 FORMAT 探頭，一個療程達到面部洗牌，一次效果公開，單次已經超明顯，比傳統分開幾部儀器去做更划算。唔接觸醫美嘅人完全可以接受嘅程度。要記得主角始終係你，不需要過於強求完美標準，自然過渡比現在嘅你更好就可以啦。